4日整整96個鐘。紅足70年，由粵語片時代行到金像獎領獎台嘅港圈殿堂級人物謝賢四哥離世消息竟然封得滴水不漏，全港傳媒半滴風聲都冇收到。唔係冇人關注，唔係反應遲緩，係家屬刻意等到遺體火化，所有後事全部辦妥之後，先對外放出短短幾十字嘅聲明。一句安詳離世，一個肺炎死因，再加足足4日嘅信息真空，瞬間將整件事推上風口浪尖。有人話事有蹊蹺，有人話家屬刻意隱瞞，亦有人話老人家走得安靜就夠。到底呢4日入面發生咗乜？所謂嘅安詳背後，又有冇未講出口嘅內情？歡迎收睇《港島星光》，今晚講呢個故仔。今晚呢場謝幕戲，我報咗3個關目，臨散場前逐一同你揭盅。第一，明明走咗4日先公佈，真係只係想低調咁簡單。第二，死因淨係講肺炎同安詳，點解連半分病情細節都唔肯透露？第三，唔設靈堂，唔搞追悼，連火化都用反本名謝家玉，背後真正嘅考量到底係乜？中意睇呢類港圈深度拆解嘅朋友，不妨先訂閱住頻道。接下來嘅細節同疑點，唔係隨便刷條娛樂新聞就睇得到。首先講清楚規矩，接下來講嘅內容，有啲係家屬同經紀方公開嘅官方說法，有啲係坊間流傳嘅猜測，兩邊版本我都會原原本本擺俾大家睇，唔偏幫任何一方，判斷留返俾各位食花生嘅自己。好多人對四哥嘅印象，淨係停留在謝霆鋒、老豆、花邊新聞前身嘅老藝人，覺得佢一輩子都中意出風頭，連走都應該大陣仗。但好多人唔知，呢個男人活咗88年，最睇重嘅從來都唔係風光，而係體面。講起呢份體面，好多人可能笑出聲。喺大部分人嘅印象入面，謝賢呢個名字同風流、花邊、出風頭呢幾個詞綁得最死。後生仔睇到佢，第一反應就係謝霆鋒個老豆。再老啲嘅觀眾記得佢係千王之王入面嘅羅四海，永遠一副吊兒郎當嘅公子樣。再加上隔三差五就有報道講佢換女朋友、出席派對，好似一輩子都係靠資歷混圈子嘅老頑童。你以為佢係靠仔女食老本嘅娛樂圈老前輩，其實佢紅嘅時候，成個香港影壇都仲未興起所謂嘅明星人設。60年代嘅香港粵語片圈，謝賢係實打實嘅頂流小生，15歲入行，20歲出頭已經坐穩男主角位置，拍過《神雕俠侶》嘅楊過，演過原版《英雄本色》嘅李卓浩。當年仲未有好萊塢大片搶市場，香港人睇戲就睇粵語長片，而謝賢就係戲院票房嘅保證。最旺嘅時候，一連接20幾部戲，由年頭拍到年尾，朝頭早入片場，半夜3更先收工，連返屋企換衫嘅時間都冇。各位，你諗下，半個月就要拍完一套完整嘅電影，台詞背完一套又一套，古裝時裝輪住換，呢個拍攝強度，唔好話而家嘅流量小生，就算係資深演員都未必頂得住。由黑白片拍到彩色片，由粵語長片捱到港片黃金時代，再到電視圈闖出名堂，四哥呢條路幾乎就係半部香港娛樂圈嘅發展史。後輩見佢要叫一聲四哥，唔係因為佢年紀大擺架子，係因為佢真係睇住成個圈由細到大。好多而家嘅大導演、大演員，當年仲係跑龍套嘅時候，都受過佢嘅提點。佢從來唔踩低後輩，見邊個有難，能幫就幫。喺圈入面人緣好到出奇，好多人以為佢早就退休嘆世界，實情佢80幾歲仲喺一線拍戲。2021年85歲嘅謝賢，憑住《殺出個黃昏》裏面嘅退休殺手角色，拎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成為金像獎史上年紀最大嘅影帝。上台領獎嘅時候，佢依然戴住副標誌性黑超，腰板挺得筆直，講得獎感言，輕描淡寫，話自己演咗70年戲，從來冇諗過會拿獎。台下所有明星全部企起身鼓掌，
唔係俾面，係真心佩服。你幾時見過一個藝人紅足70年，由20歲紅到80幾歲，仲可以擔正做主角拿影帝？呢啲唔係靠花邊新聞可以堆出來嘅，係實打實一部戲一部戲賺返嚟嘅資歷。而佢這輩子最堅持嘅一件事就係體面，無論出席咩場合，永遠西裝筆挺，頭髮梳得整整齊齊，黑超一戴，氣場十足。就算被記者追住問最尖銳嘅八卦問題，佢都永遠笑口吟吟，唔會黑臉，唔會講粗口，更唔會喺鏡頭前失態。後生嘅時候風流歸風流，從來唔會講前任半句壞話。年紀大咗，同仔女嘅關係就算有波折，對外都永遠留3分餘地。佢活咗88年，幾乎冇試過喺公眾面前狼狽不堪。對佢嚟講，明星同儀態比好多實際利益都重要。風光要風光，得體面，落魄都唔可以俾人睇笑話。但風光只係前菜，就係咁樣一個一輩子都活喺聚光燈下，連行街都要維持體面嘅人。人生最後一場謝幕戲，偏偏揀咗最靜最低調嘅演法，走咗4日先肯俾全世界知道。死因一筆帶過，後事一切從簡，連靈堂都唔設。到底係乜嘢原因令一輩子外出風頭嘅四哥，最後連走都要偷偷摸摸？4日96個鐘，2304個分鐘，由四哥真正離開嗰一刻到家屬正式對外發聲明，中間隔咗整整4日。你試下諗，香港呢個地方，娛樂記者嘅鼻哥0過9，平時明星去醫院睇個傷風感冒都可以被蹲到半日照，連食咗乜藥都挖得出來。紅足70年嘅謝賢離世，竟然可以封得密不透風，連半句風聲都流唔出來。呢件事本身就已經夠晒不可思議。正常來講，藝人離世，要麼家屬即時發聲明，要麼當日傍晚對外公佈。就算再低調，最多隔一晚，等直系親屬都通知到，就會俾公眾一個準信。畢竟身份擺喺度，有太多影迷同圈中好友牽掛，冇理由一直瞞住。但今次唔同，由離世當日到公佈消息，足足4日，醫院冇消息流出，圈中好友冇人發帖悼念，連平時最神通廣大的週刊記者都完全收唔到料。各位，你諗下呢4日入面有幾多人出入醫院處理後事？醫生、護士、殯儀館工作人員、圈中老友、親戚家屬，少說都有幾十人，幾十個人全部守口如瓶，半句話都冇流出街。呢個保密程度唔係普通人家可以做得到。有人話家屬咁做，無非係想安安靜靜辦完後事，唔想俾記者打亂節奏。呢個講法聽落合理，但仔細諗就唔多對路。就算怕打擾，提前1日公佈或者走咗第2日講都好正常，完全冇必要瞞足4日。更關鍵嘅是，好多人睇完聲明先反應過來，家屬公佈消息嘅同一日，四哥嘅遺體其實已經完成咗火化。冇錯，唔係準備後事，唔係設靈，係已經火化完，所有手續全部辦妥。等於全世界收到消息嘅時候，呢位紅足半生嘅傳奇藝人已經走完咗人生最後一程，連最後一面、最後一支香嘅機會都冇留俾任何人。呢一下，坊間嘅質疑聲即刻炸晒開來。有人話遲4日公佈根本就唔係低調咁簡單，擺明就係想生米煮成熟飯，等所有人知道嘅時候，咩都已經搞掂，想查都冇得查。亦有人話一定係死因有蹊蹺，怕一公佈就引來一堆猜測，所以乾脆等全部搞完先講，減少討論空間。當然亦有人撐家屬，話老人家走得安詳，家人想保留最後嘅私隱，天公地道，唔需要同全世界交代。表面睇呢4日嘅時間差，只為咗避開媒體騷擾，安安靜靜送老人家最後一程。但如果真係只係咁簡單，點解連用本名火化、唔設靈堂呢啲細節都要做到咁盡？一輩子都中意俾鏡頭對住嘅四哥，臨尾咁抗拒聚光燈，背後一定有更深層嘅原因。如果話4日嘅時間差只係令人疑惑，咁死因講法嘅前後出入
先係真正令大家起疑心嘅地方。家屬正式發出嘅聲明入面，關於死因同離世過程嘅描述，加埋唔到10個字，因肺炎離世，走得安詳，冇講入院幾耐，冇講有冇其他基礎病，冇講最後時刻有邊啲家人喺身邊，甚至連患病嘅大致時間都冇提，乾淨利落，利落得有點反常。你幾時見過紅足半個世紀嘅殿堂級藝人離世，連一句抗病歷程、半句安撫影迷嘅說話都冇得交代？就算係再低調嘅藝人，家屬多多少少都會補幾句，佢好勇敢，走得冇痛苦，既係俾公眾一個回應，亦都算俾粉絲一個交代。但今次謝家嘅表述儉省得近乎沉默，好多人對佢最後嘅公開印象仲停留在前幾年金像獎上台領獎，腰板挺直，聲如洪鐘，黑超一大，氣場十足，完全唔似80幾歲嘅老人。甚至喺離世前大半年都仲有記者拍到佢出街飲茶，雖然腳步慢咗，但依然衣冠整齊，見到鏡頭都會笑住揮手。正因為大家睇慣咗佢永遠精神奕奕嘅樣子，先會對呢場突如其來嘅離別加倍覺得突兀。坊間自然就湧出咗唔同版本嘅講法。有人話四哥根本唔係單純肺炎，係年紀大，基礎病多，心肺功能都弱，肺炎只係壓垮駱駝嘅最後一根稻草。亦有人傳佢離世前一段時間已經入咗 ICU， 情況一直唔太樂觀，只係全家封口，冇對外透過半句風聲。更有講法話佢走之前身形消瘦好多，同平時鏡頭前光鮮嘅樣子差天共地。當然呢啲全部都係坊間流傳嘅講法，冇醫院正式證實，亦冇家屬出面確認，當唔得真。各位，你諗下，一個88年嚟出邊永遠西裝筆挺，頭髮一絲不亂，連落街買份報紙都要執正而用嘅人，佢願唔願意俾世人記住佢插住喉、病容憔悴、狼狽不堪嘅樣？佢演咗一輩子戲，俾觀眾睇咗一輩子光鮮亮麗嘅角色。臨到謝幕，最想留低嘅肯定唔係病床上嘅虛弱，而係永遠挺直腰板嘅四哥模樣。好多人以為家屬唔講細節係有嘢唔見得光，刻意隱瞞內情，但反過嚟諗就會發現，有可能唔係唔敢講，而係唔想講，唔想將老人家最後嘅狼狽同脆弱攤開俾全世界圍觀，唔想佢留俾世人嘅最後印象係插滿喉管嘅病人，而唔係風流倜儻嘅四哥。家屬反覆講嘅安詳兩個字，講嘅唔止係走得冇痛苦，更係走得體面冇失儀態。所以話肺炎係真，安詳亦都可能係真，但真正被收埋嘅從來都唔係什麼見不得光嘅秘密，而係一個老人最後嘅執念。呢份執念到底有幾深？要睇完佢人生最後一場戲嘅全套編排，你先會真正明白。今次四哥嘅後事簡單到令人意外，好多人本來都預咗以佢嘅輩分同地位，就算唔搞世紀喪禮，起碼都會設靈幾日，開放俾圈中好友同影迷送別。結果冇，乜都冇，冇設靈，冇追悼會，冇公開告別儀式，就連火化當日都只有至親幾個人在場，低調到幾乎冇人知。更有意思嘅係，火化登記用嘅唔係謝賢呢個響當當嘅藝名，而係佢嘅本名謝家玉。呢一下先係真正嘅反轉。你以為佢一輩子最中意出名，最中意風光？錯咗。謝賢呢個名係演員嘅名，係屬於觀眾，屬於聚光燈嘅名，而謝家玉先係佢自己。臨走最後一步，佢唔做四哥，唔做明星，淨係做返一個普通嘅老人家，安安靜靜走最後一程。呢種反差唔係臨時先諗到嘅，而係刻進骨入面嘅體面觀。各位，你試下閉眼諗下，一個88歲嘅老人，明知自己身體唔好，臨終前同仔女交代後事，輕輕講一句，走咗之後唔好搞咁多嘢，靜靜雞燒咗佢就得。係咩畫面？佢演咗70年戲，見過無數大場面，知道一旦公開消息，記者會圍滿醫院同殯儀館，鏡頭會對住每一個家屬，每一個表情都會被放大、被解讀。
與其將最後一程變成一場媒體 show，不如索性關起門，留返最後嘅尊嚴俾自己，亦留返安寧俾屋企人。有人話咁樣做對唔住中意佢幾十年嘅影迷，連最後送別的機會都冇。但反過來講，影迷中意咗佢大半輩子，中意嘅係銀幕上風流倜儻嘅四哥，係得獎台上腰板挺直嘅謝賢。如果最後留俾大家嘅係病床上憔悴不堪、插滿喉管嘅畫面，先係對呢份喜歡最大嘅破壞。佢將最好嘅樣子全部留咗俾觀眾，最脆弱、最狼狽嘅一面就自己收埋。呢份執着，講難聽叫愛面子，講好聽就係一輩子嘅體面。所以回頭再睇，遲4日公佈，唔係有咩內情唔見得光，死因講得簡單，亦唔係有咩隱瞞，只不過係一個演咗一輩子戲嘅人，為自己人生最後一場戲寫好咗最體面嘅劇本。開場轟轟烈烈，謝幕要乾乾淨淨，唔需要掌聲，唔需要眼淚，甚至唔需要觀眾。呢個先係真正嘅四哥，愛風光但更愛專業，中意熱鬧但臨尾揀咗清靜。當然呢啲都只係基於佢平生行事風格嘅推斷，坊間亦從來唔缺陰謀論嘅聲音，有話同家產分配有關，有話同家庭矛盾有關，各種講法天花龍鳳。講到呢度，肯定有人會講咁多都係你估嘅啫，邊有可能淨係為咗體面就搞到咁神秘？冇錯，坊間嘅猜測由消息公佈第一日起就冇停過。有人話遲足4日先公佈，係因為家產未分掂，怕消息一出引發爭產風波。有人話兩父子關係多年來都有傳言，內部有拗撬，所以後事先安排得咁低調。亦有更盡嘅講法，話死因唔係單純肺炎，怕講出來惹麻煩，所以先一筆帶過。但講到底，呢啲全部都係冇實取嘅坊間流傳，冇人拿得出單據，冇人有內部錄音，更加冇家屬嘅親口證實。猜測永遠係猜測，講得再繪聲繪影都當唔得真。反過來站在家屬嘅角度諗，老人家離世本來就係傷心事，仲要應付一大堆記者同輿論，連安安靜靜悲傷嘅空間都冇。換着係普通人家，都唔想將家事擺上台，俾人評頭品足，更何況係一輩子活喺鏡頭下嘅家庭，唔想將最後一程變做娛樂新聞頭條，其實係好正常嘅人性。所以呢件事到今日為止都仲係羅生門。你願意信有內情，有你嘅道理，你願意信佢，只係想走得體面，亦都有足夠嘅依據，不到我哋呢班食花生嘅去判邊個對邊個錯。其實睇返四哥呢一輩子，最值得講嘅，從來都唔係八卦同秘聞，而係佢人前同人後嘅兩面。謝賢呢個名係屬於銀幕嘅，屬於紅地毯嘅，屬於閃光燈下嘅。佢演盡英雄浪子，風流倜儻，一輩子都係眾人目光嘅焦點。而謝家玉呢個名係屬於屋企嘅，屬於私下嘅，完完全全屬於佢自己。佢將最好嘅狀態留俾觀眾，將最脆弱嘅一面收返俾自己。台前演盡半生風流體面，台後守盡最後一程低調。同係一個人，兩樣活法，行到人生最後一步，佢揀咗造反最本心嘅自己。由粵語長片片場的清潔少年，到紅磡頒獎台的耄耋影帝，由銀幕上風流倜儻的千王，到人生終將你安靜謝幕的老者。70年演藝生涯，半世香江風雨，他把最好的模樣留給了觀眾，把極致的體面刻進了骨血，把最後一份安靜完完整整還給了自己。一個把體面刻進骨子裏的人，對着熱愛他的觀眾是傳奇，對着自己的人生就是個想安靜離場的普通人。風光從來不是人生的終局，體面謝幕才是一個演員給自己最後的戲份。講返轉頭，呢單事出咗之後，我心入面有兩把聲，嘈咗成晚都冇停過。一把話佢紅足足足70年，由上一代睇到下一代，承載住好多人嘅青春同回憶，臨尾俾公眾一個清楚嘅交代，多講兩句病情同後事安排，俾影迷好好送佢一程，本來就係應有之義。
足足悶4日，連死因都講得咁輕描淡寫，難免會引來各種猜測。另一把聲即刻駁嘴，話佢演咗一輩子戲，俾鏡頭對住大半世人，連出街飲茶都有人跟住拍。臨到人生最後一步，想留返啲私隱俾自己，唔想俾世人睇到病床上憔悴嘅樣，想同屋企人安安靜靜走完最後一程，又有乜嘢錯？明星都係人，家屬都有悲傷嘅權利，唔係做咗公眾人物，就連走都要演俾全世界睇。兩把聲各有各嘅立場，邊個都冇辦法說服邊個。你嗰邊把聲大聲啲？如果你睇到呢度，證明你真係中意呢類深度拆解嘅港圈故事，唔係食完花生就散場嘅快餐內容。不妨訂閱埋港島星光，之後每一個人物，每一段故仔，我都同你拆深一層，講透一點。我手上仲有好多港圈傳奇人物嘅故仔未拆，有風光半生嘅，有起落跌宕嘅，亦有藏住好多內情嘅。下一個主角係邊個？下集揭曉。港島星光，下次見。